你的伤好些了吗？已经没有大碍了。以后行动要多加小心。对于你来说，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我。是。还是没有找到华香玉？还没有。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陆枫应该已经把名单交给了陈浩民。但陈浩民手上没有密码本是打不开的。纪云中唯一的上线就是穆希赫，密码本应该在穆希赫手里。如果穆希赫拿到了陆枫手里的名单代码，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不起，这也不全怪你。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拥有同样的技能。陆枫确实很难对付。带上我看看。挺好。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次，我要让陆枫和陈浩民一起死，绝不能再失手了。这次就算是和他们同归于尽，我也会完成任务的。任务必须完成，你也必须平安回来。是。我想留在你身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进来。处长，您找我？最近你整理录音资料，辛苦了。都是我应该做的，但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儿。你的手法很好，但还是留下痕迹。我怎么都没想到，你居然对我有所隐瞒。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不是军统特工的身份，而是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你能否告诉我，你隐瞒的内容是什么？那个女杀手是特高科的山田凉子，她杀方丽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跟华香玉有关。关于华香玉什么？身份。方丽人调查到华香玉的身份可疑，有可能是日本间谍。你相信吗？正因为我不相信，所以才把这段录音剪掉。
即便他不是，如果这段录音落在军统内务处的手上，那花香雨所有的行动就都会被怀疑。你也在怀疑，对吗？有一点儿，因为他的行动不在我们幽灵命令之内。他直接听命于军统高层，所以他的行动不受幽灵约束。处长，有一点我想不通，花香雨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方丽人的现场？还有，方丽人即便是中共的间谍，那上层要的应该是活口，而不是一具尸体啊！现在已经有人在追杀花香雨了，看来是要封口，掩盖事情的真相。处长，我们该怎么做？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走吧。处长。我把你从一个孤儿培养成军统特工，我不要你报答我的养育之情、再造之恩，但你对我不忠诚，我绝对无法接受，就像陆枫一样。所以，你可以离开了。你自由了。义父，您对我的再造之恩，我或非愿意用生命来报答。我对您的忠诚，也丝毫没有改变过。义父，我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我保证，所有事情我都不会向您隐瞒。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死在您面前。义父，我求求您了。我给你个选择，要么离开我，要么跟着我并肩作战，一路前行，绝对忠诚。我跟着您。我要是替日本人做事呢？我只跟随您一个人。孩子，我需要你尽快成长。另外，你还要为我做一件事。我知道，杀了陆枫，只有这样，才能化解我的心魔。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花向宇不是杀方丽的凶手。有人在故意混淆视听。其实花向宇是个突破口。你也怀疑他的身份吧？方丽人是在调查他的时候被清除的。方丽人肯定找到了证据。钢琴师清除方丽人，就是为了掩盖花向宇的身份，也是为了完形计划的名单。名单必须拿到，不能让钢琴师的障眼法转移了我们的真正目标。我倒是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哦，陆丰已经和共产党接上头了，但是共产党却没有任何动作，为什么？我也注意到了，按照军统的常规操作，陆丰的名单应该是加了密的数字代码，需要有密码本解密。那密码本在我这里。我想也应该是这样，毕竟佐藤浩二是您的人，所以穆局长稳如泰山呢。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丰，那名单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那这个游戏就该结束了。放心，穆局长，我会全力配合你抓捕陆丰。日本人的间谍必须除掉。反省計画の名簿は本当に漏れたのか。我々の状況によれば、ルーフォンを手にしたのはデジタルコードだけだ。今までは状況要員は全員安全だ。リストは流出していないはずだ。彼らが安全だからといって情報が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反省計画は軍部が十数年の歳月をかけて布石をしてきた。すでに国民政府および共産党ソ連の権力の中枢にまで深く入り込んだ。あらゆる情報が帝国のアジアにおける戦略にとって大事だ。いかなる間違いも絶対に起こしてはならん。もう少し時間をください。君に残された時間はわずかだ。早く答えを持ってきてくれ。君の今の身分が鍵を握ってる。共産党も国民党も君を探し回っている。はい。それと佐藤浩二を始末する件だが、私の方から交渉を申請しておいた。君がもし佐藤浩二が国民党のスパイだという証拠を見つけ出せなければ、我々にとっての損失は想像をはるかに超えるものとなってしまう。翔くん、ありがとう。把这个人给我找来。他脑子里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东西，我需要活的。是。局长，您让我调查的方丽人现在结果出来了。什么情况？闪官的判断是对的，方丽人确实是共产党。怎么确定的？方丽人死前去见了一个人，在这个时间地点出现的是陈浩民。除了这个呢？方丽人的家里发现了一些书籍，可以确定就是中共的联络密码本。而且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件事情，在确认了中共的秘密联络方式之后呢，我把几个嫌疑人的书单对了一下。陆丰的书单里有吗？陆丰不在，但是有一个人居然在。谁？纪云中。纪云中？是。
在季云中的遗物里发现了这些书单，并且他经常使用，可以确定季云中就是共产党卧底。季云中跟了我6年，他如果是中共间谍，那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我们的密码本，并且在陈浩民手里。私は着いた時に彼がもう死んでしまいました。なぜ76号にいるの？今、共産党も軍党も私を追いかけて76号に隠れるしかないです。早く幽霊に戻らないと。はい。それは新しい任務だ。チェゴミを殺せ。期待するよ。失敗させないよね。はい。必ずなります。今から君の身分は呼び出された。蘇るんだよ。花向宇找到了。花向宇和钢琴师的联络点已经锁定，就在向阳制衣店。我已经安排了针对向阳制衣店的行动，钢琴师很可能就藏在那里。花向宇的藏身地点确定了吗？确定了，我们已经请示了上级，如遇突发情况，可采取紧急行动。现在取消行动还来得及吗？恐怕来不及了。行动一旦开始，就会关闭所有联系。向阳制衣店，对，周边发现了中共的人，也发现了幽灵的人。是幽灵的人，还是钢琴师的人？不好判断，应该是幽灵的人。山田良子有没有行动？没有任何行动。你记住，这次不要插手他们的行动。我们坐山观虎斗，我们要看陈浩民、穆希鹤斗个你死我活。等钢琴师露面，再一网打尽。明白。这次行动由穆局长亲自指挥，你们都擦亮了眼睛，不能放走任何共产党。是。请各位记住，陆丰、陈浩民这2个都要活的。是。这。这次你要是再失败，不管是因为什么意外，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的确该退休了。是。花向宇的身份太复杂了，我们的组织在短时间内很难调查清楚。这次围剿钢琴师的机会十分难得，所以我希望你。我理解。
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放心吧。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保护张科长。你是不是真的要杀我？你是共产党，我不是。陈浩民是，方立人是，你不是。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华夏宇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华夏宇做了那么多事情，全部都是为了你一个人。只有你死，他才能停手。如果你真关心华夏宇，就应该现在去救他。那你告诉我，他的危险谁造成的？从头到尾是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你不死，他永远摆脱不了危险。胡飞，你答应我帮陆枫的。那是为了救你。我不需要你救我，我只希望你帮陆枫。不管怎么样，今天就算是我跟他同归于尽了，我也不会放他走。那你先打死我。我告诉你，就算今天我不杀他，就算将来你会恨我，我还是不会放过他。喂，陈科长吗？陈科长。喂，是我。我是秦毅，调查行动已经暴露，立刻终止。是。
不起来，赶快注意。怎么了？你怎么知道我藏身的位置？你在中共地下党的清除名单里。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利用我做诱饵，来清除你。他们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坏了，他们要杀陈科长，快带头！快点，再快点！我去开庄。老刘，陈科长，一队给我走！快点，再快点！快走，走！快走，这边！陈科长，陈科长，我陪你走。陆峰，你冷静点，我现在走不了了。你已经带着他们冲出去。我不可能丢下您不管，要走大家一起走。陆峰，你听我说，他们的目标是咱们2个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替你们拖住他们，为你们赢得撤退的时间。陈科长，这是破译反省计划的密码本，我先把它交给你。对不起，陈科长。其实名单代码我早就写出来了，但是我别说了，我早就知道了。我不怪你，我明白你的顾虑。老婆，
这两样东西都非常重要，它是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生死存亡。一定把他们安全的带出去，不惜一切代价把它剥离出来，交给我们的党组织。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我现在代表我们的组织请求你，我相信你一定会出色的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18年前在你母亲遗址旁边找到的，我想他一定是那个叛徒遗落下来的。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时刻的提醒自己找到那个叛徒，为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还有所有的牺牲同志报仇。对不起，陈科长，我之前竟然还怀疑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请你靠近一点。我死生以后，有一个人会联络你，他的代号叫青衣。你是扎在伤过心头的一根刺，他一天找不到你，就一定会寝食难安的。快走！你们快走！你们快走！快走！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还好，结果跟我想的一样。我是知道你底下的最后一个人，动手吧。警戒。这些年我找你找得太辛苦，就这么让你轻易的死去，对你是不是太仁慈了？从你收养陆丰，到把他从日本调回来，命令他刺杀佐藤好二，从而引我出面救他。你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杀掉我这个最后的知情人。袁诺，你的这副嘴脸从来就没变过，没人逼你。
只有多年的好友才能如此惺惺相惜。你确实没有让我失望，真的出现了。只是这个陆丰比他的父亲苗长天要聪明得多，能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逃脱，的确有些意外。霍风华，行动是你出卖的。是。你是第一个听到我亲口承认，也是最后一个。你还杀害了陆丰的母亲。没错。这个怀表是我的。你残害同志，背叛信仰，你这个叛徒！你知道你今后的下场是什么吗？你错了，我的信仰你完全不能理解，永远都不能理解。等我的使命完成之后，我会去你的坟前告诉你，什么是我的信仰。陆丰的名单只是一些数字代码，密码本在你手里，对吗？对。只可惜陆丰把你当成了火凤凰行动里的唯一的叛徒，他没有第一时间把名单代码交给你，因此反省计划根本就没有泄露，这就是天意。18年来，你我谁是叛徒，至今都没有人能讲清楚。从今天起，你就是火凤凰行动里的那个叛徒，这个黑锅我会一直让你背着。这里保得住火吗？死无对证。密码本在哪儿？现在这个密码本对你根本没有用处。陆丰没有密码本，他手里的名单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而已。密码本在哪儿？密码本是我们党的机密，我怎么会交给你这个叛徒呢？那你就带到阴曹地府去吧。我还得坦白地告诉你，陆丰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单处长好，奉穆局长的命令，我来押送犯人回去。带走。这边，你们俩跟过去。